上帝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上帝。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崇拜祷告。主啊，你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现在是分别为圣的时刻，让我们卸下我们的忧愁，求主掌权，求主教导我们用你的眼光看世界，用主的智慧来面对事情，并且活在主同在的时刻。求主喜悦我们的敬拜以及同工的摆上。谢谢主，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们请敬拜小组为我们今天的敬拜。天父上帝，万物在你面前原是赤裸敞开的，你从远处就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会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省察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求你施恩慈怜悯，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恶念及不洁。让我们一举一动都与神的性情相合，心思意念都与神的旨意一致，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以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
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你的灵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经历这十字架的救恩，并天天高举你的圣名，称颂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耶稣诚然担当，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
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敬拜，尊崇他，荣耀他的名。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我尊崇你，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
接下来，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起应文诗篇51篇1至12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你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蔡嘉庆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在旧约圣经878页。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处经课是在希伯来书5章5到10节。希伯来书5章5到10节，在新约圣经243页。希伯来书5章5到10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双博小组为我们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感谢神》。
感谢颂钵小组的献诗，也感谢神，我们颂钵小组每一位都见证了主丰盛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由我攻读今天福音，约翰福音4章43至54节，由我来攻读。约翰福音4章43节，过了那2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纳，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就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2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有一位救主。
感谢诗班美妙的声音，我们把最美好的都献给我们的主，求神喜悦。接下来我们请到蔡义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一人得救，全家蒙福。我们请蔡牧师。感谢主，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何等欢喜！主，你所带领在今天早上，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主，求圣灵亲自来动工，来引领，保守带领我们口唱心和赞美主。我们一起在主的话里面领受那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求主恩待赐福，带领以下的敬拜。谢谢主的恩典，这样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带领今天的主日的敬拜。那今天是大斋期的第五个主日，那下礼拜是中之主日。再下去，受难日，还有复活主日，预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一个受苦的心志，在主的面前，体会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所以每一个主日，是一个得胜的主日，将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愿意用的讲题是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在约翰福音第4章43到54节这里那这个题目可能会跟我们教会的今年的目标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盼望一人的得救，全家蒙福，我们都在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仔细来看今天的经文好，在前面一张，在前面一张。好，第一大段就是从43节到45节这里。耶稣所做的事情刚才我们经文从43到45有读过。那43节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过了那2天，过了那2天那在前面一样在约翰福音第4章前面的40节那个地方就记载着，撒玛利亚人要求耶稣和他们同住。结果耶稣就在跟他们同住了2天，40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好，因为这2天使更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40。那这2天使更多人信了耶稣4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那这些人因为亲自听见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就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因此他们后来遇见那位介绍他们认识耶稣的女人的时候，就对他说42节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来，请。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才知道这是救世主。”就在前面这3节里面所讲到的非常有意思的是，福音书的作者总是强调一般民众听到耶稣的教导就喜欢听从，但偏偏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每次听到耶稣传讲信息的时候，都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耶稣比他们更有学问。事实上，耶稣不仅受到一般人深深的喜爱，民众认为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比那宗教领袖怎样更有权威，更有权威。所以在马可福音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众人就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好，所以在43节这里地方，只因为住了2天，只因为住了2天，许多撒玛利亚人深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神迹，只是很少人会将这样的事当作神迹来看待，我们都认为，因为传讲圣经的信息，而能使一个人相信耶稣，这就是伟大的神迹。因为这是圣灵在引导做工才有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过去信主，应该有上帝的话，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跟你信主的过程里面有上帝的话感动你的心。牧师30多年前信主，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神不只爱基督徒而已，爱世上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就爱神的爱感动你。所以你的信主过程里面，应该有上帝的话来感动你，来认识我们的主。在44节当中，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这句话在44节里面，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了，那这句话在前3本福音书里面记载，有说出它的背景，那详细的，特别是在马可福音6章1到4节那边记载，耶稣说出这句话的原因是，当时民众对耶稣的讲道内容感到大为惊讶，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子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花我们读一下，厌弃他是怎样？原文是什么？因他跌倒。好，来，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注意到马可福音的作者里面特别强调，耶稣的乡亲拿撒勒人在第3节里面，他看见耶稣他所说的、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就怎样？第3节这边讲到什么？他们就怎样？厌弃他，厌弃他，因为他原文里面是因他跌倒，于是耶稣才会回答。当时候流行当时的俗话，就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45节，厌弃他好，45节是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在这里提到，耶稣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让加利利人感到认同。因此表示很极大的欢迎，但在这里45节这里并没有说到他们看到耶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不过在前面的约翰福音2章23节这里就记载到，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好，所以不论是因为耶稣教导了信息或行过神迹，很快的就被传遍各地。加利利人因为耶稣比较多的时间因为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传福音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一再的行神迹奇事又因为他教导的跟这些宗教领袖所传授的不一样，前面有提到，众人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真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因此当他回到加利利之后，大家听到了都非常高兴的欢迎他回来特别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就是洁净圣殿那样的事情好，第二段，他和全家都信了从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4节这个地方讲到的。46节这里在第2章开头的时候，耶稣跟他的母亲受邀参加迦拿参加婚宴的筵席他也带着门徒一起去这件用水变酒的事件，就是在约翰福音所说的是他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用水变酒的在加利利的迦拿那现在这项医治大臣的神迹所以医治大臣的神迹的，他儿子是在加百农，但是他的这个大臣在加利利迦拿那个地方求耶稣过去医治医治，这是第二件的神迹医治大臣在迦拿求，然后医治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所以47节这个地方，这位大臣期盼听到耶稣就在他身边，因为他儿子病危就快要死了你看经文里面那讲到47节，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然后在49节，纳撒勒人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挂急诊，紧急就是人的软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特别从耶路撒冷到迦拿，特地来到加百农找耶稣怕耶稣因为其他事情就羁绊滞留了就赶快过去他儿子快要死了趁着还没有死的时候赶快去赶快去48节到49节这个地方48节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就对他说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话里面简洁有力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所说的话针对在场的所有的人，当然包括他的门徒在内，而不只是这个罗马的官员。为什么耶稣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必然是会有原因的。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索多玛的犯罪的情况非常严重，连一个好人也没有的状态，结果整个城被上帝给毁灭了，在创世纪19章那个地方。那连罪恶那么严重的索多玛，在审判来临的时候所受的惩罚，比加百农还要轻，就可以想象加百农犯的罪是多么大在马太福音11章23、24节这里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里来，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要落到你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好，那再从路加福音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必引着主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迦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自己的家乡。”他的家乡，耶稣的家乡就是迦百农，就是拿撒勒啊。可以看出，耶稣在迦百农所行的神迹，已经是整个加利利地区邻近都知道的事情。连耶稣回到故乡拿撒勒，他的乡亲也在期盼他能够在拿撒勒能够出几个神迹给他们看。迦百农会有那么多的神迹，很可能就是耶稣在迦百农做他传福音的中心的有关。迦百农，耶稣在迦百农有个居住的家啊，在马可福音2章1节那边有讲到啊，在下面啊，马可福音2章1节，我来读。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人，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啊，在房子里，好，那显然，迦百农人并没有因为耶稣履行神迹而在信仰上有明显的进步。看到经文里面所讲的，或是透过他们所看见的神迹而知道或想要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但他们显然是将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作是在变魔术一样。这才是一个真正问题的所在。要求神迹，神迹看见了，事情解决了，并得到医治了，但这是神迹，跟我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我会来认识上帝吗？所以迦百农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愿意再显神迹给他们看的原因。不过我们或许会说，因为多行个神迹也可以让别人来相信还是有别人来相信，那该有多好啊！但是我们看得到，那住在叙利亚腓尼基的妇人，他是当时社会犹太人所隔离的、不相往来的对象啊。只因为听见耶稣的事情，就相信耶稣必定会医好他的女儿，他并没有要求耶稣跟他回去他的家，而是只有祈求耶稣医好他女儿的病。而且耶稣仅仅一句话，在马可福音7章29节，耶稣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马可福音7章29节，来，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好，所以他的女儿果然得着了痊愈。这里可以看见真正的一个信仰，应该是像这位卑微的妇女的态度才是一样，十分的单纯相信，满心相信。好，我想我们的信仰里面不带着任何的条件，让我们能够很单纯的来相信，单纯的相信。因此，当耶稣看到这位官员要求耶稣跟他去迦百农的时候，虽然这里并没有述说他跟耶稣有怎样的对话，耶稣回应这样的话，很深的感触：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总是不信。我们看见到耶稣对多马他说的话，约翰福音20章29节：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接下去从50节到54节这个地方看见到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讲的。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在迦百农，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活了，就活了。
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生命的话语，这个观点一定是，一直都是约翰福音这卷的中心的信息。啊，所以50节这个地方，当耶稣告诉那个罗马的官员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个罗马官员就相信耶稣的话而离开回家去了。福音书告诉我们许多医治的神迹，就是有个共同点，相信耶稣的话，神迹就会出现。啊，我们看到一个完全无法行动的瘫痪的人，啊，他4个朋友扛着他躺在躺卧的褥子，耶稣用命令的口气对这个瘫痪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位瘫痪听了耶稣的话之后，果然就站起来行走。啊，在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那里讲的。经文的后面，啊，我上次讲到这个信息，一个在毕士大池水边的已经病了38年的瘫痪的病人，也是一样，他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就拿起躺卧的褥子起来走了，病好了。在约翰福音5章1到9节这里说的。啊，听了耶稣的话，啊，相信而离开，啊，所以这位罗马官员果然听了耶稣的话，就相信而离开。在他回去的途中，遇到了家里的仆人，让他知道儿子已经好了起来。信心就是这个样子，听到耶稣的话就相信，不再迟疑，神迹就是这样出现的。在听了之后，将他付诸行动，并没有空隙，两者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位官员因为这样子，所以经文里面啊很重要的，今天的经文里面在53节哈，53节那个地方我来读好53节那个地方，他便知道这是耶稣对他说的：“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这位官员和他全家都信了耶稣。所以真正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是这个罗马那个大臣，但是经文里面讲说，这位官员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奇妙的一个神迹啊。所以今天我讲到这篇的信息里面。我也愿意分享我自己牧师自己得救的见证，所以想了一下，可能会比他讲到比他久远的地方简单的讲我51年，我10岁的时候，我现在几岁大概都知道不是很年长。我10岁的时候很调皮了，我小时候非常调皮，其实我家就住在4维1路那里，从那里长大的，那在福德路跟中正路那个地方有一个陈中和之墓园，应该我们大概都会知道了，靠近中正路那个地方，陈中路墓园那时候51年前是围起来的，围起来不让人家进去的那小朋友就偷偷的就跑进去，我也跟着邻居就钻了地洞然后就跑进去里面，做什么？就下大雨之后，哇，池塘都是水，池塘都是水，然后小朋友就跳下去游泳，很高兴，大家玩得很高兴。我不会游泳，我看到大家都很高兴在游泳，我就怎样？他们跳下去，对不对？我就跳下去，一跳下去之后，连那个爬起来浮上来，我一直往下沉，我那么挣扎，越挣扎就往下沉。我只看到那个整个都是我周边都是泥沙，我感觉到我快要死掉了，我真的快要死掉。我看见小朋友出去玩，我跳下去，我真的快要死掉。就在那一刻里面，
就是有一只手就把我拉上来了。哇，拉上来之后我就，我都很害怕，因为呛到水了就很难过这样子。但我大家看一下，看不到任何人，那些小朋友要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但是谁救了我？就是有人把我拉上来啊，不晓得是谁。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就赶快跑回去找妈妈。然后中午调皮出去玩，然后差点淹死了，赶快跑回家去。如果没有那只手救了我，就城中国墓园里面池塘有一位浮尸这样的地方，都死在了里面，淹死在里面。这是我那时候想到我那时候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但我不晓得是谁。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隔壁同学是基督徒，他邀我到教会，读书都没有时间，还去教会，这是我第一次，我旁边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同学，然后到大学之后，一进门就团契的邀请，说可以去团契啊，团契是什么？拉我干嘛？所以他们从这边走过来，我就跑掉了，所以。我都是拒绝。等到我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也是基督徒，真奇妙上帝安排我旁边的人都是基督徒我的同学，他说他其实他很早就邀我，要不要去教会？那时候就在景美，到景美浸信会，快毕业了，同学邀那么多次了好吧，就跟着去。我就去了那一次，进了景美浸信会的大门口。就看到一群人在唱歌，然后祷告，然后有位牧师，我记得也是姓蔡，蔡圣那个蛇，蔡圣蛇牧师这样，能讲到，我好像进到一个团体里面，我接触到这样的信仰，所以想到上帝的爱，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读圣经。就我毕业后他要介绍我回到高雄来聚会，从那一次的经历里面那一次里面就是开始来追求认识上帝。我想到说，我想是上帝救了我。在我10岁的时候，我差点淹死，但是你还不能死啊，上帝还要托付我一些事情所以感谢主，就那一天进了景美浸信会之后，我就信主，那因着上帝的话，神爱世人这句话感动我，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都有这样得救的人，我们都有一些经历，那我们也可以向别人来做见证，真正的信心那真正的信心就是要把所听到的上帝的话付诸行动。只要我们这样做，神迹就会出现在我们生命中，好，所以刚才我讲到多马听到耶稣的话，或听到耶稣行的神迹就相信，这样人就有福气的，那因为必定会得到上帝极大的赐福。耶稣对多马说了，没有亲眼看见他复活而持怀疑的心，很感慨的对多马说了就是约翰福音23、29节这里我说了这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了，有福了。”那我读过一则故事我们现在也缺水水库没有水那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因为很久没有下雨了牧师就发起了教会会友到教会来，一起为久旱不雨祈求上帝赐下雨水。那有一个小女孩也参加在祈祷会里面，因为她年纪小，很少人注意到她。牧师在人群中看见她，就在祈祷会开始的时候，就站在讲台上，用手指的那个小女孩，对大家说：“你们看，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她。”所有参加祈祷会都是顺着牧师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一个小女孩挤在人群里面，也看到她手里拿了什么，一把伞。
一把伞。不是说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就是这位小女儿最有信心。她知道，既然要来祷告求雨，就应当相信上帝，相信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因为赐下雨水给我们。听了牧师的话之后，大家就惭愧，就低下头来祷告。有人不敢出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信心比不上这个小女孩，感到惭愧。在那个时候，天上突然轰轰的雷雨，下起了大雨，大家都在欢喜中淋湿满身的回家。大家心里都知道，带给大家享受的雨水，是这位小女孩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11章1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生命所盼望的是什么？当我们透过盼望得到这样的心境向上帝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信仰的功课。我喜欢一个见证在30多年前，在美国德州有一位师母，她肝癌到末期了，医生说没有救了。她回家之后，就把圣经里面所有有关医治跟信心的经文都抄写下来，每一天用这样的经文为自己祷告。后来他的肝癌就得医治，一直活到今天还好好的。像肝癌这样的慢性病，持续透过不断用上帝的话祷告，上帝的话就一点一滴的渗透，改变人的内心，改变人的身体。得到上帝的话，就得到医治全体的良药。上帝的话是我们医治，是我们的力量。箴言书4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很特别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用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为自己来祷告。我想在乎上帝，他的医治，我们可以求主让我们经历这样的恩典再想一想，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了。当这位罗马官员听到耶稣的话，就回去了。他在回去的途中，听到家里告诉他，他的儿子的病已经痊愈了，已经痊愈了，就满心喜悦，和家人都信了耶稣。他和他全家人都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这样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一则故事，使徒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竟然被关到监牢里面。就在半夜的时候，突然发生大地震，所有囚犯身上的手铐、脚镣都脱落了。原本看守他的狱卒以为所有的囚犯必定是逃脱了，他为这个事情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就阻止他最后狱卒就说了，《使徒行传》16章30节，我来读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跟希拉就回答了一句影响基督教会深远的话，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他们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句话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是不是相互呼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他自己信了，全家也都信了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时候我们想想说，连我自己也会想到说，我们台湾我们华人的环境里面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
只有一个人信主，因为很多其他一些佛道教的一些信仰、民间信仰捆绑着很多，就一个人，或者是那个人是一个很小的角色，一个人信主，他怎么影响呢？他不要被打死就好了。但是想到他加上什么？上帝，就不一样了。他加上上帝，所以我们看，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就是那个小小的这个家族里面就一个人最卑微的人，他信主对全家族有没有影响？不，有影响，会有影响。他加上上帝。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是基督教2000年来在世界各地广传福音共同的经历。家里只要一个人真的，那个人要真的信了耶稣基督，就会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生命的力量，影响到全家人，也同时信耶稣的名。在1948年，民国37年，有一个宣教士叫西直平，西直平宣教士他到台湾来，在台东阿美族的南兴部落传福音而最先接受的是该村落的头目，因为这个头目受洗信耶稣了，所带来的是南兴部落的居民就这样跟着他信了耶稣我们可以说一个头目信了主，全村部落的人都跟着信主，也都因此得了上帝的赐福。不过后来我们辗转，很可惜的许多信徒跟父母亲信了主之后，并没有好好的珍惜没有好好珍惜传承来自上一代所领受的上帝赏赐生命的恩典，好好的教导就一个头目信主上帝的赐福。好。所以，特别是越来越多人讲究个人的时代自由的这个时代，使传承信仰的景况就消失在信徒身上难怪有一个打油诗就这个我在成人主日学有带过这个，这用台语来讲会比较传神一代姓，二代兴，三代无无名。4代牧师来请我无用，5代行踪不明，6代新民偶像满厝经这个打油诗里面是一个开玩笑的，但是对我们的信仰的传承里面是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刚开始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第二代非常的兴盛，但后来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所以这个打油诗形容基督教家庭整个信仰根基的转变的情况非常可惜。在这繁忙的一个时代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上帝赏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一定要珍惜所以一人得救，全家蒙福。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愿神来赐福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的家庭一代一代的传承按照上帝的话来传承下去，让能够容神益人那今天很感谢主的因为今天我后面还有一个节目我有邀请一对新人那我下礼拜6要为他们证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们2个都还没有信主其实是蛮可惜的但是我愿意让他来接触教会等一下会有一个婚前的辅导
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是我第一个，过去都是带至少有一方是信主的，那今天有这个机会，也在这个家庭里面做见证，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能够来信主，那为下礼拜的婚礼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何等欢喜！我们要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啊，你大有能力。主，你是创造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救赎主。保守带领今天主日，我们一起领受主你的话，看见到这个大城的孩子因着耶稣的话得着医治，我们献上赞美，也保守带领我们人，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主啊，让我们真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主你奇妙的带领。求主恩待赐福，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在我们身上都有主您的恩典的赐福，保守带领在当中，经历主您奇妙的恩典，将福音能够带给人，赐福主你的教诲。谢谢主的恩典，这样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蔡牧师的正道，愿神的儿女都越来越兴旺。我们接下来我们来一起金句背诵约翰福音4章53节，我们一起背诵2次。请他便知道这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约翰福音4章53节，再一次，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约翰福音4章53节。愿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心灵良师选》第159首《谷中百合花》。主耶稣是我的药，有主神的万有，万人中这主是我要领有。恩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的，那论世界统治我曾别无暇。主
前来。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每个人在家庭、在家族、在工作、在邻里，都能因着我们的生活见证，让邻居朋友认识主；因着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能家人和睦、社会安定、邻里有爱。谢谢主丰盛的恩典与给予。现在我们献上一点微薄金钱，作为主的圣工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请起立。让我们来介绍一位新朋友，是蔡英文牧师的朋友，有吴秀华小姐吴明丽、陈庭珍、吴天志，还有应该是黄小姐，是，我们请起立，请大家一起鼓掌欢迎他们。好，谢谢，请坐。一日欢迎，永远欢迎哈。那，请问还有其他的新朋友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起立，彼此拱手问安。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
洁，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谢谢大家，请回座。接下来教会消息，今天为大斋期第5主日，愿主帮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心志，欢迎聚会以及线上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也希望这个疫情持续有控制，然后各国的这个疫情趋缓，我们一起为此继续线上祷告。本周感谢林志坚牧师在台语堂及蔡依文牧师在国语堂的正道。求主赐福身体健康，工作有力。接下来主日之后11点40有初信转入的课程，由意愿在今年4月4号复活节受洗或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来上课。地点这边有做更正，是在受洗班改为6楼。那么这边诗歌欣赏的话，会到教会的1楼副堂，请大家在这里注意。那已经报名受洗的这位的弟兄姐妹们，还有转入的弟兄姐妹们，请持续为他们的信心做祷告，靠主得胜。再来第4点，制服艺人学院已经在3月20号开始开学了，求主赐福所有的活动顺利。第5点，也为教会的红本门徒为你延伸的旧约导论课程的学员们学习持续带导。第6点，3月25号星期4晚上5点到8点，在林雅卫生所在本堂将举办这个癌症筛检的活动哦，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以及社区朋友带健保卡一起来参加，请注意这个时间。再来，3月27号星期6上午10点，在本堂会举行南部教区会议，请为南教区及各堂会的事工顺利来祷告。4月2号星期5晚上7点半将举行受难周祷告会，邀请各位弟兄姐妹预备心与基督同受苦，并且同复活。当周4的查经祷告会合并在这个周5的祷告会一起举办。下一季4月到6月的崇拜的服事表已经张贴了，也已经传给各位弟兄姐妹，请各位弟兄姐妹要记得服事的时间。再来第10点，本堂6楼的有些整理的堪用物品已经提供给各位弟兄姐妹认领了。从上周大家已经有陆续在看一些东西，如果需要的就可以自己去填写。第11点，教会2021的年度目标为这个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请为这个教会的2021年的年度目标持续祷告那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聚会，所以我们要多多在家庭与家人相处，多多聚会那所以我们有看到学青有很多的踏青活动，也欢迎各弟兄姐妹有意愿的一起前往参加。第12点呢，2021的教会聚会人数希望能够增长到200人，求主能够继续给我们加添人，我们一起为此祷告。以上，请问牧师还有什么要？弟兄姐妹，牧师这边有几件事情要报告。我们下一个主日是棕树主日，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大斋期的最后一周，就是受难周的时候。所以请弟兄姐妹也预备心，因为我们在大斋期的期间，其实就是要让大家体验我们与基督同受苦的心志，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去体贴受苦的人。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期待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透过禁食祷告，或者是透过一些的施舍，是一些仁爱的奉献，来为这些受苦的人来关心那特别最后这一周棕树主日之后的这一周叫做受难周。那所以我们在受难周的当中，我们的祷告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会。我们这一周的祷告会没有讲道，没有主持人，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方式，但是是一个很安静的，在主里面我们与主相交的一个时间。所以期待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4月2号的这样的一个受难周的祷告会。那同时我们在3月28号隔天3月29，这是我们的青年节，所以牧师在下一周也会特别跟
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青年事工的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关心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我们的学青跟社青都是我们教会未来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同工，跟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幼苗，所以请弟兄姐妹要更多的来关心我们的年轻人。同时，刚刚牧师在6楼有跟他们做分享，过去329的那一天的那个黄花岗之役，其实有60%是基督徒参与在这里面，所以基督徒对于国家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心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期待弟兄姐妹能够更多关心我们的青少年。那同时4月4号也是我们的复活节主日，也是儿童节，所以连着我们有关心年轻人，也关心儿童的事工，所以请弟兄姐妹在连续这2周的当中，我们也能够为这些的族群，为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的儿童来做这些的关心跟祷告。以上，谢谢。会众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将恩典慈爱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也让我们在遇苦期的时候与主同受苦，也与主同复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持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代祷。